我知道，對於你嚟講，少咗幾分鐘睇你嘅谷，覆你嘅 message，或者睇下個世界係咪冇咗你會末日，真係好痛苦。但係信我，為咗你同全機其他正常人類嘅性命安全，犧牲你少少娛樂時間係值得嘅。定係你覺得自己有特異功能？你部電話嘅電波可以穿越時空，唔會干擾到飛機上面任何精密儀器。咁你直頭唔應該搭飛機啦，不如直接用意念移動去目的地仲快啦。求嚇你，做個負責任嘅地球公民都唔使咁偉大啦。做個負責任嘅飛機乘客，收起你嘅電子產品，俾你對眼休息下，望下窗外邊個靚景。如果唔係黑夜或者一嚿雲嘅話，好啦，唔講咁多廢話，我睇住你㗎，咪再挑戰我嘅 EQ 底線，合作啦，唔該真係㗎，我次次都要講到出晒煙先肯做咯。多謝合作，希望真係有合作啦。